冇資金點樣用 AI 開始副業呢？與其自己諗爆頭，不如睇多啲案例，攞多啲靈感。今日咧會分享4個真實案例俾你直接參考，睇下邊種方法適合你。Hello Grace 呢個頻道係講關於一人公司嘅創業 tips， 影片下方有關於流量變現講座。睇完呢個影片記得睇埋呢個講座啦。呢個方法其實已經有人做緊㗎啦，而且需要嘅門檻比較低，就係老照片修復。參考嘅地方呢，你可以打開淘寶，打老照片修復，你就見到已經有一堆嘅人做緊。不過點樣喺咁多人之中脫穎而出呢？就係要靠口碑啦。究竟你嘅技術可唔可以將呢啲老照片修復得比較逼真，而且生動，可以保留原有人嘅一啲細節，定抑或非常粗製濫造，都會影響服務嘅回饋。佢牽涉嘅工具咧同技術比較低嘅，當然啦，收費亦都唔高，所以我建議呢一個方法可以係一個起點，去磨練一下你嘅技術，之後你可以由提供老照片修復變成製作動畫或者全家福等等。咁呢個賺錢模式非常之簡單直接，適合一啲想用 AI 去賺錢小試牛刀嘅朋友。如果你覺得哇買呢一啲老照片修復個服務價格好低喎，咁呢樣嘢咧就好考慮點樣去 package 你嘅服務啦。除咗一張相咁樣去買，你亦都可以將呢一啲服務包裝成一個套餐咁購買，譬如係50張為之一個套餐，100張為之一個套餐，咁樣做整體嘅利潤呢就可以加大啦。第二個案例呢，就係喺小紅書上面有1萬多個粉絲嘅，咁呢個 channel 呢，佢係製作咗一個 AI 嘅角色叫做 Joyce， 每日呢，你都可以跟阿 Joyce 去讀一下簡單嘅英文文法，去練習一下會話嘅。Grandma began smiling. Today, Grandma got ill, but my parents were out. I ought to look after her. 其實佢都係非常之簡單，製作咗一個卡通嘅 IP， 而呢個 IP 識得講嘢咁就得㗎啦。因為係短片，而且內容唔算複雜，所以入門嘅門檻都唔高。咁至於點樣去做到呢個 IP 又識得講嘢呢？我之前都拍過一個咁樣嘅影片，去講點樣製作數字人嘅，大家都可以睇翻嗰條影片。而呢個頻道嘅獲利模式呢，都係比較直接，因為嚟睇得呢類片嘅人呢，通常都係想學英文。如果用戶想了解更多，就可以透過影片嘅流量去引導佢去一啲嘅英文課程，又或者係一啲自學英語嘅素材去賺錢。呢個方法咧好適合一啲唔想露臉嘅朋友啊，又或者如果你係掌握咗一門嘅知識或者一個技能，譬如係教普通話、教英文，都可以參考呢一個案例。話說我仔仔每次聽音樂都會容易啲入睡嘅，所以想氹佢瞓覺，我哋就會開個手機或者開個電視播音樂啦。咁但係每次一開電視、開電話，佢就會要求要睇車啊，或者睇一啲同火車有關嘅影片，因為男仔嘛都係中意睇車啦。咁直到有一次呢，我哋就發現咗有一啲專俾小朋友睇嘅瞓覺音樂影片，而個影片入邊呢係有車又或者火車呢個素材嘅喎。咁佢就將瞓覺嘅音樂同埋車呢個元素咧完美結合咗喺一齊啦。而之後咧亦都發現咗有好多類似嘅頻道啦。其實佢哋都係一啲 AI 做嘅動畫，重複又重複咁樣播住一啲好輕柔嘅音樂背景。有啲影片仲會長達8個鐘頭，好適合咧開住等小朋友一路瞓住覺咁樣聽。我哋入去呢啲頻道度睇呢，發現其實佢嘅訂閱數都唔算好多啦，只係有大概1萬或者2萬到。咁但係當中呢，有啲播放量係高達過百萬嘅。就以 Dreamland Friends 呢個頻道為例，你睇佢個 thumbnail 呢，其實個個都係差唔多。某啲影片入面嘅音樂呢，仲要係一模一樣，而佢平均嘅觀看呢，係有幾千到過萬。YouTube 嘅收益大概係每個月嘅468蚊嘅美金，即係大概每個月港紙3000零蚊到。咁我覺得呢個方法用嚟做副業，每個月有幾千蚊用都好啊。咁不過呢，佢嘅前期投入就相對比較多啦。首先就係你要研究究竟點樣去生成呢啲影片呢？邊度有啲冇版權音樂呢？而其實而家係有啲工具可以製作一啲冇版權嘅 AI 音樂㗎喎。咁但係前提就係你首先又要去學識呢一個工具先啦。好啦，學識生成音樂之後，你又要諗究竟你點樣將呢個音樂
樂整做連續8個鐘呢？其實佢成套方法論呢，只係將一套嘅 SOP 重複又重複咁樣用，都係差唔多嘅影像啦，一樣嘅音樂啦，唔需要有太多嘅內容思考就可以做到啦。即係唔同我而家做緊呢個頻道，可能我都要 keep 住去揾一啲新嘅內容啊、新嘅資訊啊，反覆去認證一啲內容先可以去同大家分享。咁但係咧做呢一類型嘅內容咧就唔需要啦。如果你對呢個方向有興趣嘅話咧，你可以不妨去做 research， 你可以輸入關鍵字 Good Night Music for Babies 就可以揾到更多嘅參考啦。最近呢，我見到有朋友分享，佢就係用咗 AI 嘅方法去做一個音樂嘅頻道。方法就係生成一張硬照，跟住將呢一張硬照變成會喐嘅影片，用 Suno 呢個 AI 音樂製作就可以解決音樂嘅部分，做成一個 AI 音樂頻道啦。而類似嘅方法咧，亦都出現喺身心靈嘅界別啊。呢個頻道 Addis Meditation 主要係一啲冥想嘅音樂啦，佢吸引到嘅用戶自然就係對於身心靈有興趣嘅朋友啦。佢嘅音樂嘅製作方式係唔係用 AI 呢？我就唔太清楚，所以我唔喺度評論。不過呢，我好肯定就係佢每條片入邊嘅動畫呢，都係有用 AI 去輔助，大大咁樣幫助佢影片播放觀看量。賺錢模式嗰方面呢，除咗用 YouTube 嘅 AdSense 啦，佢每個月可以大概有800多嘅美金收入。即係大概係6000蚊嘅港紙左右，仲有 YouTube 嘅會員收費啦、Patreon 嘅會員收費啦，仲可以去 upsell 其他嘅冥想相關嘅產品，譬如係一啲實體嘅產品，譬如係水晶啊、水晶手串啊，又或者係服務。老實講，以上嘅方法賺到嘅收入呢並唔算好多，但同樣地，佢初期嘅投入資源亦都唔需要好多，亦都唔需要好深入、好專業，好難先至可以開始到。而且製作呢啲頻道嘅流量呢，所有嘅利潤呢都係累積嘅。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個流量嚟得比較慢，但係當佢滾雪球慢慢滾落去嘅時候呢，你就會發現，咦，流量越嚟越可以幫你變現。所以我會覺得佢哋係一個幾好嘅起點，去幫助你開始一個副業。對於想用 AI 去做副業蠢蠢欲動嘅你，不妨參考以上嘅例子，直接照抄佢哋嘅思路去做一次，咁就知道適唔適合你自己啦。如果你目前係咪有實際嘅創業諗法，歡迎你去下面聽下我哋嘅流量變現免費講座。講座入面呢，我哋會分析點樣用流量去賺錢嘅步驟，同一啲實際嘅案例分享，以及一啲 AI 工具嘅挑戰。連結呢就係影片嘅下方啦。中意今日嘅分享，你可以睇埋呢段影片。如果你有睇到你呢度，歡迎你去下面留一個紅色嘅心心，等我知道你有睇到最尾，同埋記得 follow 我嘅 IG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。